Hi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筍盤 Billy。今日咧又帶大家睇衛蘭堡。嗱，冇聽錯啊，又係衛蘭堡。唔好問我點解咁鍾情於衛蘭堡，因為呢個小區真係靚。西班牙風情小鎮，成個小區360度無遮擋。喺小區入邊嚇，佢嘅戶型多到我數都數唔晒。啲戶型真係好靚。其實如果我有錢嘅話，我真係可以每個戶型都買一個單位嘅。同埋咧，嗱，今日我哋帶大家睇嘅呢一個單位咧，喺3樓，尤其是呢一個 moment 出邊煙雨濛濛嘅景象咧，望出去真係成幅畫咁。你如果未嚟過呢個小區，你唔係住喺呢一個小區，你根本冇辦法感受到佢嘅靚，真係好舒服。尤其是呢一個 moment，真係好享受啊！企喺呢個單位度。嗱，今日睇嘅呢個單位咧，165平方，4房。雙套間，5個露台，5個露台啊！3面採光，你可以喺3個唔同嘅方向都有露台行出去欣賞呢一個小區嘅環境。呢啲單位去邊度揾？呢啲戶型去邊度揾？成個珠海只有華發衛蘭堡，可一不可再啊！呢個小區真係正到飛嚟飛去。記住關注阿 Billy。因為咧一條片係講唔清楚佢有幾靚，你關注我，我每一期都同大家介紹衛蘭堡，每一期你都可以睇到佢唔一樣嘅靚，尤其是呢一個 moment， 即刻帶大家睇片。我哋都係由入門嘅位置帶大家睇子母門設計，開門面對住係飯廳嘅位置，我哋左手邊咧就係客廳，客廳嘅開間咧係有4.6米，層高咧係有3米嘅。特別舒服，咁我哋呢度唔作過多停留，最靚嘅嘢梗係要率先帶大家睇，正唔正？煙雨濛濛，好似成幅畫咁啊！哇！當你嗱，我哋揾一個地方去做對比啊。如果你住喺十字門咧，全部都30-40層高嘅齊輯輯嘅石屎森林，但係當你喺呢一個 moment 望出去嘅景象，你係好多地方根本係冇辦法避得到嘅。建築物嘅外立面錯落有致，晴天雨天望翻落去嘅景象都唔一樣。仲有就係夕陽下望落去又係特別有味道。睇翻面前青蔥一片，小橋流水，真係特別舒服。如果你有時間，你真係要跟阿 Billy 鬼喎睇睇，感受一下。現場感受比你喺鏡頭前感受咧，真係別有一番風味。可能嚟到你真係唔想走，正到飛嚟飛去，舒服。好啦，咁我哋門客廳對開呢個位置咧，係一個法式露台。呢個露台咧就稍微短少少嘅，只有1米嘅闊度。望出去舒唔舒服？正唔正？好啦，我哋往入邊睇。過返嚟呢度咧，咁啊飯廳嘅開間咧係有3.3米，都係3米層高。咁啊業主咧係非常之愛錫個單位嘅。咁啊因為業主係唔喺度住噶啦，咁咧落雨天都會叫同事過嚟開返個抽濕機，咁啊關好晒啲門窗，盡量將個單位 keep 得最好，交俾下一位業主。咁我哋右手邊有2間房，睇下。呢個係第一間房，然之後呢度係有一個套房設計嘅，咁啊出邊道門開咗之後咧，入邊個客廁咧就可以大家使用啦。嗱，洗手間過返嚟，休息區，1.8米嘅大床，3邊落床位，咁啊呢邊都有一個露台嘅，2個套房都有露台嘅，呢邊都有個法式露台，細細地但係夠用，開窗見綠。青蔥一片，舒唔舒服？大自然嘅味道。哇！呢啲單位去邊度揾？好啦，我哋入返去睇返其他區域。飯廳嘅右邊咧，咁就係廚房。我哋呢個廚房嘅空間咧，都係好闊落嘅，有9個平方，3眼爐頭。呢邊咧係可以擺得落雙門雪櫃嘅。依家大家睇樓嘅時候最關心噶啦，必須要睇廚房擺唔擺得落雙門雪櫃。
咁我哋飯廳再過翻嚟咧，就係一個2.5米乘4米嘅生活露台，正唔正？嗱，睇下你企喺你個單位每一個方向都可以見到成個小區嘅環境，舒唔舒服？嗱，樓下有一個1樓嘅單位帶地下室嘅，下一期拍俾大家睇。好啦，我哋入翻去再睇埋飯廳隔離嘅另外2個單位。首先過翻嚟嘅呢一個位置咧，可以俾大家做一排儲物櫃。入翻去呢度係第3間房，呢間房咧唔大，但係咧夠用嘅，可以作為書房使用啦。如果唔需要咁多房間住嘅話，好啦，主人房右手邊一排嘅衣櫃全部做好晒。哇！呢個房間正到夠晒闊落啊！咁啊，依家因為擺咗蚊帳啦，所以大家感受呢個空間感受唔到嘅。咁啊，呢度係3.5米乘4米嘅開間。好啦，右手邊入嚟嘅右手邊啦，名廁。嗱，我哋前邊亦都係有一個小露台，正唔正？好啦，咁我哋呢邊南向同景觀露台，即係同客廳對開嘅位置咧，都係有一個同方向嘅露台。呢個露台咧係有2米乘3米嘅開間，舒唔舒服？嗱，上邊做埋飄檐，我哋遮風擋雨。呢度出翻去。前邊呢一棵係火焰木，啲火焰花好靚嘅，開得。咁你落邊嗱，呢條河涌咧，成個小區都可以見到噶啦。咁啊，入邊咧放住好多靚魚啊！我啱先都見到有啲錦鯉。咁啊，聽聞呢個小區嘅業主咧，初一十五都有放生嘅習慣嘅。咁啊，都會有好多魚喺呢條河涌入邊，俾大家再感受一下煙雨濛濛嘅景象。正到飛嚟飛去，165平方，4房雙套間，5個露台，咁靚嘅神仙戶型去邊度揾啊？嗱，講緊華發惠蘭堡，真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小區。記住關注阿 Billy，Billy 每一期都帶你睇唔一樣嘅惠蘭堡，帶你睇惠蘭堡到底有幾靚。咁啊，今期呢一個單位咧，其實係惠蘭堡其中一個神仙戶型，惠蘭堡入邊仲有好多神仙戶型都好靚嘅。咁啊，今期呢一個單位咧上架先係得11日，咁而業主咧現時叫價320萬，有價講下，記住。咁啊，過嚟睇樓。雖然今期呢個單位唔高啊，但係開窗見畫呢啲景象去邊度揾？大家可以見到出邊西班牙建築風情嘅小區，望落去所有嘅外立面錯落有致。煙雨濛濛嘅景象，別有一番風味。咁我哋今期就到呢度啦。想睇啲咩戶型，可以同 Billy 講。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